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1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，17节到21节。哈该书第1章第1节到15节。路加福音第20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权柄。捌听过一寡少年的牧者，伊讲真欣赏这非长老会的系统，灵恩的教会，或者是这个超大型的教会的牧者，因为因认为这个牧者是中央领导式的教会团体，看起来牧师拢足有权柄的安尼吼。但是事实上，因无实际了解因的状况。牧师有一寡朋友伫无共款的教会系统咧服侍。事实上，大多数的中央式的领导教会行政系统，大多是属于单一的领导中心，就是主任牧师。就是讲，大多数的助理牧师就完全无有决定的权柄，对伫教会的管理权拢是对主任牧师所交代。牧师认为，这种公司式的管理系统欠缺迄种同工的关系，并且真容易因为主任牧师错误的作为，严重影响着教会。亲像加州最近教堂的发拍，芝加哥纽专科教会主任牧师的问题，韩国顺福音教会主任牧师的囝的债务问题。当然，另外一种的角度来思考，有真侪教会的长老认为家己是教会牧师的头家。虽然嘴讲牧师是阮信仰的导师、领导者，事实上处处拢甲牧师作对，因为感觉牧师都要受因管理。这种的权柄，无论是头前讲的倒一种，是毋是下伫圣经的教导，值得咱基督徒深深来思考。法利赛人、祭司、文学师，因拢捌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。因讲恁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个事？什么人互你这个权？请你甲阮讲，耶稣做什么代志，互因质疑呢？亲像耶稣医治人医治安息日医治人伊甲这个医治人讲，你的罪得赦免啦，或者是讲伊讲人主是安息日的主啦，等等这个，拢互这个传统犹太教的领导者无法度接受。所以，因就挑战耶稣讲：有一天，耶稣伫圣殿教示人，宣讲着福音，有祭司长、甲经学师、甲这个长老来见耶稣，问伊讲：你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个事？是什么人互你这个权？请你甲阮讲。这个题目的前提是耶稣基督伊清起圣殿，这记载伫路加福音19章45节到48节。圣经记载讲，耶稣一进入伫圣殿，就赶出遐买卖的人，就对因讲：圣经记录上帝的话讲，我的圣殿要称作祈祷的殿。恁却将伊变成做贼兽啦！耶稣每一天伫圣殿来教示人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、甲民间的领袖要来杀害伊。
只不过毋知影要安怎下手，因为人民拢真介意伊，注意伊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因为因来质疑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的权柄，毋是用来扩张家己的职权，也是讲互家己得到利益。伊的权柄用伫两个方面，就是敬神益人，这个代志顶悬。清去圣殿是为着要互人甲上帝的关系来归回死正，因为遐的摊贩已经互圣殿对万人祈祷的殿变成做插手啊！哈该书的记载，咱看到上帝的命令重建圣殿。重建圣殿对受领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，因为受领的时阵，耶路撒冷圣殿贵重的物件拢受到互人抢了，甲空空。对伫以色列人来讲，耶路撒冷圣殿不但是代表因的精神、因的国家，也代表因甲上帝关系重新的结连。因为迄个是万民祈祷的殿，但是重点是毋是伫迄个金闪闪的硬体的建筑嘛？对受领的以色列人来讲，简直是。哈该先知安尼来讲着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对哈该安尼讲：，这人民讲现在毋是重建圣殿的时，所以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将以下的信息来甲人民讲，伊讲：，我的子民啊，我的圣殿趴远，恁却住伫建筑美丽的房屋内底。现在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要爱恁检讨家己的境况。恁野种济济，但是收成真少。恁有饭通食，但是总是食袂饱。恁有酒通啉，总是啉无够。恁有衣服通穿，总是穿袂烧。工人所得的工资无够维持生活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要爱恁检讨家己的境况。现在恁着爱上山来彻查重建圣殿，安尼我就欢喜，并且要得到应该有的尊敬。这是先知对耶路撒冷圣殿重建来讲起。更较重要的是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因为上帝告诫以色列人讲：我的子民啊，我的圣殿趴远，恁却住伫建筑美丽的厝。因为因甲上帝的关系离开，看重家己，却无看重上帝。也因为安尼，上帝就安尼讲：恁期待丰收，结果是欠收。恁将收成带转去厝里，我将甲因吹散。为什么我安尼做呢？因为我的圣殿趴远，恁却拢住着家己去做的房屋内底。因为安尼天无要落雨，大地也停止出产。我互大地、山岭、田野、葡萄园、橄榄园地的出产，人民、精神甲人种做一切拢受到灾害。耶稣讲的并毋是即种硬体式的。耶稣捌讲过，恁将圣殿毁坏，3天内我要甲伊起造起来。这并毋是指着建筑物的圣殿所讲的，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甲国活。耶稣基督清起圣殿，就是重建圣殿。
因为耶稣基督讲，圣经顶悬上帝安尼讲，我的圣殿要做基督的殿，恁将伊变成做贼兽啊！犹太人挑战耶稣基督的权柄，却无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。因毋敢回答耶稣基督的提问，安尼讲。我想问恁一句话，甲我讲，约翰洗礼的权是对上帝，还是对人遐来的呢？因毋敢回答，甚至彼此争论，因为因念因家己也无明白上帝的权柄。当然，权柄是上帝的，嘛是对上帝所赏赐予伊的仆人。就好像亲像先知哈该的预言所宣告的信息，我答应要甲恁同在。上帝就大大感动犹太省省长罗巴伯，以及大祭司耶稣押巴，以及所有流亡归回以色列人民。哈该的宣告也毋是家己的权柄。但是伊的宣告却有上帝的权柄同在，因为迄是上帝的话。咱是毋是会亲像遐犹太人共款无明白上帝权柄，来怀疑、来失去信心呢？或者是咱甲遐个信心无够成熟的基督徒，将迄个错误的权柄当作信仰生活最大的追求目标呢？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、17节到21节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你做冠。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，我要日日称赞你。要永远学乐你的名，上主至大，应该受大称赞。伊的伟大无法度测度，这代要对迄代称赞你的作为，要保养你大权能的所做。人要讲起你尊贵荣光的威严，我要笑念你奇妙的作为。17节。上主一切所做拢公正，伊的作为充满仁慈，所有求告上主的人，伊甲因亲近。伊亲近诚实求告伊的人，敬畏伊的人，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，佮会听因的求告来拯救因。上主保护所有听伊的人。毋过做歹的人，伊会甲因消灭。我的嘴要讲出称赞上主的话，愿一切有生命的，拢永永远远称赞伊的性命。恳求上帝帮赞阮来学习一个谦卑的心，会通明白上帝的权柄，愿意顺服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